Wanna get up, no nothing but them possibilities. Feel the wind blow through my hair, feel the ground and on my feet. Wanna go out, I can tell they all in love with me. Got that style to make them stare, got that Leo energy. See jaws dropping and heads bobbing, they better. We bottle popping and living it up together. Everybody tell me that they want this life forever.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 feel like treasure. 喂 ，Playmate 玩咩好？邊度好玩？我哋去玩。啱啱先過完國慶同埋中秋節，短短幾日假，諗住又要等到12月先有長假去放鬆去玩？錯啦！其實由香港出發去到深圳呢個地方，最快只係需要1個鐘就到，可以享受無敵海景，同埋入住海景房，又可以玩水上活動。而家呢間民宿推出港人優惠，送代金券，又有免費旅拍服務。記得睇片 book mark 定，隨時嚟個2日1夜度假超一下。最近心血來潮，想遠離煩囂，親大海。喺網上見到深圳大鵬呢間民宿推出港人優惠，決定放假過嚟快閃放鬆一下。第一次喺深圳租車自駕遊，我哋喺 Ctrip book 咗一架福士，喺內地叫大眾嘅電車，方便喺大鵬遊走。因為喺大鵬 call 車冇市區咁容易，而且唔需要拎住行李走嚟走去，轉嚟轉去，輕鬆好多。我哋約咗喺羅湖口岸拎車，車內籠都好闊落，車尾上空間都好大。check 完車就可以出發，由羅湖自駕出發去到大鵬，大概1個鐘就到。沿途都係高速公路同埋隧道，如果想搭地鐵都可以，但係只可以搭地鐵8號線去到小梅沙，再轉的士。呢個方法比較轉折，所以建議租車或者直接 call 車最好。提提大家，喺每年指定時段嘅週末同埋國內假期，無論自駕遊或者 call 車入大鵬，首先要去到深圳交警嘅微信公眾號，要整車牌預約㗎。揸咗1個鐘頭，終於嚟到大鵬嘅蜜月深圳聖托里尼海景度假美宿啦。喺 Trip.com 裏面屬於 Trip Best 嘅精品民宿，有車位提供，大部分房型都有無敵大海景。呢間民宿喺2020年開業，主打聖托里尼風格，以純白同埋藍色為主調，建築群落於懸崖上面，有種將希臘嘅聖托里尼搬到嚟深圳嘅感覺。民宿有唔同嘅打卡位，我哋今次買嘅 package 包咗20分鐘免費旅拍服務 ，book 咗D棟越南海景泡池大床房，另外喺 Klook 訂房只係需要人均500蚊，最平嘅房型人均唔使500蚊，全部 package 包1晚住宿、雙人早餐、雙人下午茶、房內 mini bar、晚安糖水。另外民宿仲推出港人福利，送懸崖餐廳50蚊代金券。越南海景泡池大床房足足68平方米大，有一張1.8米大床，基本洗漱用品齊全。打開房門有海景戶外小泳池，可以叫民宿管家幫手放水，望住海景浸浴，可以享受泡湯觀海嘅極致體驗。又有海景露台，270度海景絕對可以影相影唔停。房裏面仲有浴缸、開放式衣櫃、洗衣機、投影器、免費 mini bar 等等。另一間 A 棟嘅房間裏面有浴缸，而且係全景落地玻璃，只需要打開窗簾就可以見到一望無際嘅大海。呢間房大概35平方米，有一張1.8米大床，冷氣絕對充足，同樣有洗衣機、投影器、免費 mini bar、基本洗漱用品。參觀完房就嚟到民宿專屬嘅海景餐廳食下午茶，有雙人份水果盤、2杯嘢飲、茶點零食。食飽可以喺民宿打卡睇海聽海浪聲，記得一定要嚟呢個拱門設計嘅打卡位影相，有種直奔大海嘅感覺。夜晚我哋揀咗喺民宿嘅懸崖海景餐廳用餐，餐廳主打異國風情，提供地中海風味嘅菜式美食。如果想一邊食飯一邊欣賞日落，一定要提早入座靠邊坐。試咗黑松露野菌意粉、炸鱈魚柳、墨西哥豬肉餡餅，價錢唔貴，3個菜式加埋200零蚊左右。黑松露意粉嘅醬汁濃度啱啱好，而且黑松露味濃。墨西哥豬肉餡餅大啲辣，辣味仲要係大後勁，長時間維持。
但辣得嚟有種令人想繼續食。鱈魚柳炸得好脆，蘸沙律醬食不得了。如果過嚟慶祝生日同埋紀念日，民宿仲會提供免費簡單佈置。想放假對住一望無際嘅大海，放鬆發呆，記得喺 info box 撳 link book 房啦。民宿周邊仲有好多唔同景點，行5分鐘就嚟到藍寶石海灘，仲可以去大鵬鎖城、較場尾海灘同埋吉吊沙等等景點。第二日我哋就揸車去咗雲海天使灣，因為有深圳版膠囊小火車，呢度停車場有30分鐘免費停車，超時嘅話要成40蚊個鐘。而膠囊小火車單程15蚊一個人，來回25蚊一個人，價錢都幾貴啊！因為全程只係坐1-2分鐘，加上最好嘅打卡位其實喺外面配合小火車，所以我哋個人認為唔需要俾錢。而小火車下面仲有最新打卡位，不過因為之前受颱風吹襲，所以我哋只係揾咗2個完整無缺嘅打卡位，影幾張相就算。夜晚揸車去到遠離市中心嘅鹽港夜市，呢個夜市係深圳少數可以欣賞到寧靜海景同埋繁忙港口嘅夜市。夜市係喺山上，喺觀景台可以見到鹽田港嘅夜景，有多間唔同嘅檔攤串燒小食飲品。但係因為夜市喺山上，而且附近冇其他商店，獨市關係，價錢比起其他夜市高。另外每晚夜晚就會大塞車，建議要早啲嚟啊！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住 like、訂閱、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下條片見，拜拜。